深陷困境的眉庄对华妃的恨意如深渊般难以逾越，但她却不能轻率行动。与此同时，甄嬛如唇亡齿寒般对华妃的警惕更加提高。这两个女性角色在故事中面临着复杂的情感和道德困境，她们必须谨慎行事，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保护她们所珍视的一切。才起来没多久，现下又犯困了。小主这2日特别爱睡，刚起来不久就又犯困了。扶我进去睡会儿吧。甄嬛近日感到身体疲乏，嗜睡不已，心中疑惑不解。温实初检查她的汤药，发现其中混入了致人痴呆的毒药。此事令甄嬛惊惧不已，她深感背后之人居心叵测，定要查出真相。但如今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个下毒害我的人给找出来。药都是按照方子抓了送来，在我宫里熬的，能把药下进我宫里的，必定是我身边的人。在深深的惊怒之中，甄嬛与众人共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计谋，成功揪出了那间花穗和小印子。经过审问，他们坦白了真相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失宠的于氏指使的。备受尊敬的甄嬛向皇帝揭露了于氏阴险狠毒的行径，她详细地描述了那天在倚梅园中，于氏如何冒名顶替自己，企图陷害于她。皇帝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，他立刻下令赐死于氏。于氏是罪无可恕了。不过，既然你为他求情，朕就准他的尸首可以回归本家。多谢皇上。然而，于氏却不肯就死。甄嬛不愿再提及这件事。林荣为了报答他的恩情，鼓足勇气前往冷宫，向苏培盛提出用弓弦勒死于氏，让他得以解脱。皇上既是赐他自尽，他死了，宫务的差事便也了得，谁会追究他是自尽还是别的？事情过后，林荣前来告诉甄嬛这个消息时，正在里头和沈贵人用茶呢，奴再去禀报一声，说小主您来了。哦，不必了，正好我也想进去讨口茶吃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却听到了眉庄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怀疑和不解，这让他不禁感到伤感，更让他感到自卑，于是独自离去。林荣与眉庄和甄嬛的首次冲突，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。这一变化让他们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逐渐消失，各自心中的疑虑和困惑也随之浮出水面。这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日